位听众恭喜发财！有啦，伊毋是无，你知道？有啦，有啦。咱听到是只歌。OK，来开。弄俾佢。咱聽到是只歌。我就是愛講嘅嘛，然後這邊講戶外，講戶外，這是交俾俾嚇。啊，988是廣告啊。哦。FM 是這裡。華語。啊。你看，而且有啦，咱聽到嚇。啊，轉類型哪些聲的？嚇，我寫只寫聲。哪些聲？到底得落去只寫聲？到底得落去寫聲？哦，OK。若是講我冚咧，若是講我冚咗咧，哦，wait，你愛看下面 screen？ 等我看我下面嘅出。Built-in default devices. 有啦，哦，wait. Now. OK 啊，我這邊聽。咧，我聽到聲未？冇啊，冇係咯，冇聲。等陣我 head 我 recording 就先。Alright，等我接到啲，但係我俾個妹咯，但係我聽到有啦係啩。聽到。嗱，恭喜發財各位聽眾，歡迎咱來到邊頂福建嘅節目。然後今日就是新正，同我條起菜講一聲未好事啊！啥未記講祝大家恭喜發財。有啦，你睇有啦是笨蛋啦，別使講無真正是別講有啊，有啦，有路呀。我係會轉你嘛，有啦嘛。Hello，有啦是還啊嚇，還啊話是嘛。所就好學期啦，有啦，有路啊，個有路有車有，係咪咁樣有？我介紹翻特別嘅邊隻聲，哎呀，安怎冇嘢啊？喂聲，安尼頂呢？有啦個咩？冇啦，等。哦，OK，แล้ว OK，แล้ว嗰隻是有啦，但係另外一條是等人下。啊，本想有啦，不能。我不是有啦係啦。這是哦，我想這是 Astro 誒。哦，伊是有啦啦呀。啊，對。哦。啊，這條我有聽過，But anyway，我介紹我特別嘉賓啦，一個禮拜啊，當今是咩啊？當今是車幾啊？咁我再看我垃圾頭。當今嚇，今日是車一啦。是咩？我幫這出車一哇，車一它是無人 download。啊咧，這是無人 download 車，乜人去開 computer 先正是啊。我看，今天就是車一是10號呀，不2號11號車二哦。車一仔號，感謝啦！所以我會拖紅包啦。跟住我看最我特別嘉賓介紹隻特別嘉賓，因為我一個 Skype 嘅特別嘉賓個對去講。OK， 好的。這件是老焦介紹起先哦。Australia 嘅八卦歡迎。恭喜發財，大家！恭喜發財！你對邊個？對邊個佢食？哎呦，我很無道理。冇啦，過來無通對佢邊。我頂過支把你個對呢。哦，切，我想你佢邊個？無通對啊。OK，แล้วก็老焦南西。恭喜發財，烏啦啦。是，แล้ว老焦應該點？哦，大家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แล้วก็這件係咩啊？這件是咩啊？咩啊？我嚟緊啊！布拉贊嘅歡迎。
歡迎歡迎。你嘛做工啊？你嘛做工啊？無一啲啊，會做物件，等你過來甲咱夾條。誒，一開名咩？一開名咩？咩市政樓是唔是？像市政樓咩？啊，市政樓這邊對。市政樓。之前嘅是市政樓，嚇，之前市政樓。阿妹就市政嘅嘛，所以是市政樓。你話你阿妹市政啫？啊，對，市政樓。你阿豆會換大你了。啊，嗱，都喺市政樓入邊。你嗰一間名咩？你另外一間名咩？冇介紹你過，對，唔是哇，lesson 哦，lesson 條，你 lesson 條，哦。sorry，我估冇蹲奶啊嘛。係啦，我被叫你啊 ，les， 我係叫你變，我被叫你名咩 ？lesson 歡迎，你嗰個我係新嘅特別嘉賓嚟參加咧，就是講世界英國中嚟講，咱特別真正感謝一間新嘅聽眾。嗱，唔是新嘅聽，新嘅特別嘉賓，伊是介紹英國中聽邊嚟學見嘅，所以我特別歡迎英國中嘅高清子，歡迎。歡迎，哇！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車一紅包拿來啊！紅包，本紅包。給他 email 嚟嘅紅包。誒，John 啊，John。係咪數字正樓？誒，等陣我 sorry， 我嗰次你夾邊個未見到啲中國嘅冇一對嘢。那叫驚。那叫驚跟那驚。我哋啲未記。OK， 我 try 講你。OK， 那叫驚對嚟未？那叫驚。Hello， 那叫驚對嚟啊！即係嚇，好啊！我知道，但係你用咩？我用厝嘅 WiFi 啊，แล้ว我嘅 WiFi 這邊加我嘅這邊嘅 internet 加冇你水。你當機冇水嘅？我用 3G 哦。哦。啊！即係 3G 比你厝 internet 咁差，I mean 較好誒。我當見到這裡 remote area in China。哦。所以這邊嘅 internet normal 嘅 line 嗬，嚇，真係無好。哦，我知。speed 會起真係緊啊！你看啊，一起200 Mbps，แล้ว suddenly drop 0.幾，個起，個落，個起，個落，個起，個落。伊紅下波，伊線對啊！啊，你要介紹？伊這邊伊嘅收個差唔多。嚇，個真係冇好事啊！แล้ว唔介紹，唔每個人講，我頭先講咱先至一阿咪，anyway， 我試下都冇好事啊！所以我按你字特別嘅邊亂講嘅了，我咪講。你只上至幾架背嘅時，只人抓嗱我先啊！嗱學成招青子成講成，我每青子都讀得咯。我讀吉隆坡。我讀啲吉隆坡，我每日按照你頭一擺聽到邊啲學件事按照除掉呢？我買位 iPod Touch 我啲check all the podcast 咯咧，我聽看到你嘅邊啲學件我open up， แล้ว我聽到人講福建話แล้วก็講幾個故事咧，真係好聽嘛。聽了英國中對來 holiday 是我介紹伊咯聽。哦，伊本聽到伊本調咯。你都當青子你覺得你擺個聽落去？啊？當然你聽就想聽咯。冇常啦 ，because 冇用啊。嚇！你叫英國聽好，英國中聽好咯。你話佢今日只先正起來參問講啊，白得到常起來啦，有影參問起來拍曲啊。嚇！你路，我甲你講啊，嚇講，你講真正嘅啊，我啲想我彈落 email 啦，我啲看 the topic 佢講啦。嚇！แล้ว我會記起來啊，我下個我細漢嘅點聲去邊咧啊？你包紅包啊，冇紅包囊嘅有樣紅紙啊。加了包起來，有有時有個人啊，邊人都知啦，佢就攰嘅。而且係你裏邊啲包攞粒嘅紅棗裏邊嘅咋。哦，咩是紅棗？紅棗是 date。哦，咩是紅棗？誒，我係點聲，我細漢嘅點聲，有個紅包可能攞20 cents 呢就。攞八。哦，係我聽到時本來是搞到當就是講冇一塊咧，我人嘅是行整啦。誒，等我看看，人
啊，我睇你講紅包，睇你講，你諗咪講係 decoration 係咪是諗講紅包？我咪講食嘅物件。你第一件食青子下，你第一件食嘅紅包，唔是？你第一件紅包，你第一件食嘅當然啊，當然是真係是會食嘅物件啦嚇。咱本路行講讓小笨笨本來嘅其他嘅特別嘅邊小笨笨，這就是正平時食阿妹食嘅是啊，是下晡食物件食，啊另外這就是食粿啊，是甜嘅物件咱食。所以青子我咪你第一個食阿妹，咱成個平時食咧。那時是講圍爐，唔是圍爐，叫咩啊？團圓飯。咱reunion 嚟嘅dinner 是食咩？叫圍爐啦。嚇，圍爐是食咩？圍爐啦嚇，圍爐是你食下面咧，青椒都是夾食咩？哦，我人啊，我娘邊咧我娘食啊，杜瓜尖，鹹菜啊，魚多湯。哎呦！哎呦！了油叉。有豆腐叉個有，棒光我自己食啦，我係買得個棒光紅白。紅白係咩嚟？豆油吧？唔是豆油白，咪那個誒我娘叫邦爹，咱邊咧叫紅白。邦爹，紅白係咩嚟？Describe 我聽 please。要 spice powder 嚟邊咧啊？哦，我香薰。啊，我香薰嚟邊咧，煮個我香薰。伊是煮啥？伊有湯有汁呢嚇？啊，有汁誒！哎呦，你初一嘅點聲無煮嘛？啊！你紅白煮較濟啦，讓燒起來啊！你用米菇換解好食。哎呦，換話，由我嚟換。我立嘅人叫伊芭比邦爹。你啊，隨使。對，無對啊！我捌聽過人講芭比邦爹。芭比邦爹。啊，伊講。我是無，我是想。你現在是人做呀？嚇？我人做呀？咁你叻呀？你人家講話係小小呢？lesson 你個比嘅嚇，你個比 lesson 呀？咁你想別好事的。我可能無聲氣，無食捌慣呢。誒，冇 OK，แล้วOK，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John 等陣，嗱芭比邦爹啦，芭比邦爹。哦，有 recipe 嚟。嗱，我覺得你對我個隻我係錄 full screen，有咩有簡單煮呀？係簡單煮嘅叫。誒，我想唔捌食過咧。哦，我知啊。我叫邦爹，我冇叫旁白，我比較講，所以我邦爹我就我特登有做。旁白。แล้วลูกปุ่นเนี่ย用嘅唔使用個紀念。你個當你使 check ingredients 係啥咪？豆油，豆油。是唔是啊？有 mushroom 食。咁我一個放隻鵝，我哋叫咩啊？鵝係魚啊，就係魚啊，你講呢？係魚啊，鵝唔知 mushroom，鵝。我知。咩鵝？個螺呢？等人叫咩？個螺啊？個螺。啊，攞落當人未食，無。誒，跟住話叫咩啊？印度尼西亞來嘅。哦。跟住特別等人叫咩？唔知。係咪你煮係咪用咧？煮係煮漢堡咧，煮牛奶係牛奶糊嘅。伊內邊水水嘅啊，鵝水水。哦，阿三倍。唔是。我去除去小英係咪啊？個螺啊？個螺 KELUAK 啊 K， 一定係我除好咪？個螺嗬，KELUAK 個螺 nuts 啊，呢是一種 nut 嚟嘅，一種係 nut 嚟。係咪 nut 嚟？呢成個 Brazil nut 你看你也小。有，特別較大粒。伊個外面是像個茶呢，就伊真麻煩要煮嘅，你特別愛出來了，去斷波伊一個下去內面嘅，再去煮嘅。哦。我吹到小英。伊講加拿大那邊人叫。加拿大那邊人叫。啊。這是牛腩米嚟嚇，牛腩米嚟嚇。麥當來嘅，咱邊咧麥當來。哦，我唔捌聽過喎，我唔捌煮過。你應該點你對嚟啊？未到伊嘅ingredient 係嘛？特別我講 sorry 頭先啊，我 internet 睇得真真冇好啲好事。擺地啲冇，哈你是咩嚟？木個螺啊！啊，木個螺呢？
ยังเกี่ยว football fruit 咯。哈咪啊，对，安尼看咧，巴克拉斯都mana有诶，巴克拉斯像个麦克迪尼。唔是嗰單水，唔是波格啦，我在煮咖喱嘅，嗰啲是我唔知呢啲即係 spice，即係一種嘅，即嗰是係咪？我來食啊，伊是規空我來食啊，食伊內面嘅飯。人講韓國做嘅喎，伊度出來伊 poison 性喎，對無？唔知啊。對，你咪屙出來啦，佢動波，伊那個都 stuff it back 伊是啥物？伊是甜嘅，是酸嘅，啥物？冇伊正 bitter 誒。哎呀，我做咩是放迄個 bitter 酸酸嘅，真正好食。你哎呦，你煮牛奶杜米啥下白青，哎呦，該好食一個咯。叫哈咪？這是叫哈咪？個落，我個落啦。個落。按摩咯，我係按摩。阿摩啊，加工嚟啊，加工。football fruit。加工未必會再講啦，就我哋舊股。嚇，加工嚟啊，加工先啊。我講伊袂煮嘅事啊。football 啊 ，football fruit 啊，你講叫做。啊，誒，即係咱 traditional 新疆有煮咩？唔捌食過誒。我唔捌食過本。青椒你講新疆係有煮啊？青椒煮迄個紅白是有煮啊？有係啊。啊，你要下都會使。哦。即係新加坡人咪就是家吃啊，即係。哦，對，新加坡人真愛食嘅，對。人愛食即個，人就燒即個。你每次看南方嘅時候，我冇咩聽過呢，別人。未看南方嘅。OK，咱每人是即個呢八關都是個食咩先知啊？八卦咯。八卦是个只八卦对，啊，那好像新加拜年是有上八卦嘛？你是个只咩飘的八卦？來個這邊自己做咯，把你學會曉做。哦，自己做那搞啦。I recipe。就叫 recipe lesson 啊。我 lesson。我 recipe 是ตัว block 除彈แล้วก็แต่ว่า try จะ刀หนอ刀下แล้วกันหูแล้ว會使啊。哦，你煮嘅是你白是加脆啊？嚇，用加嘅型咯。哇，梗係咁價一個咯。係啦，都冇法度啊，冇通食嚟咯，後面特別少。真係貴，你去買。是咯。到哪邊啊？哥倫坡本大巴沙生意本未安尼貴啊。誒，你人講馬來西亞本真係貴哦，當今。係咯。八卦貴啊，300位本貴啊。300幾至36塊可能。嚇。做咩成日貴起咧？200到100 grams 先。有時叫到毒啊。在哦。我買是很毒啊。來生人家你下面有些人想注意幫曬呢。冇咩冇啦，冇幫曬就全。啊，加工是個食咩？哇，新正，嚇新正，新正係貴啦。冇是唔係講貴個，唔係講貴個，咱講食，咱講食苗食肥嘅時食。我食肥時食，哎呦，我食暑假食，我大概想到啊，新正嘅時啊，我下久做囡仔嘅時嘛，我有外媽來媽嘛對。แล้วจิจะนอตุยปุยนี่ได้ตัวขี้กว่ามาวิจัยแล้วก็ตัวไปไหนเดี๋ยวลายมาวิจัยสักแล้วรู้สักแล้วตัวสิว่าแล้วสิว่าขี้ไว้กว่ามาวิฮะว่าจะสกัดจะเย่แกมชายตัวตัวเธอแล้วอาจารย์ว่าโลบะอันไหนความมีกี่ล่ะ哦nhỏ nhỏ咪紅記你知道我睇但乜你講紅白咯，人講紅白紅記，誒我唔捌聽過喎，紅白紅記係咩物件？你講話按照煮嘅，我知啊。伊係豆椒，ketumbar，แล้ว哦ketumbar，但乜ketumbar是兩講冇keluar是ketumbar啊？唔是keluar是冇keluar是冇keluar 嚟。ketumbar係咩嚟？ketumbar 是 coriander。哦，OK。coriander 嚟嚇。แล้วอีอู係咧叫做
叫咩啊？山椒，安尼款啦。伊煮咧去控伊慢慢仔豆油，特別大安尼款呢。哦，我有煮豆油，我就唔捌聽過喎，即係我嘅厝。但叫做咩？叫做咩？攏講紅雞紅白啦。紅白啊，伊有人係鴨，有人係白杜卡，了甲雞咯。特別意思講係豆醬啦，豆醬甲烏豆油啊。淡薄烏豆油嚇。豆醬烏豆油，我昨昏我家己煮啫，昨昏我煮本是係豆醬嘅，豆醬杜面啊，係倒入葱甲你啊蒜頭啊，係煮佢哋。控伊成啊，烏豆油呢，控甲伊個，我是煮牛骨啊。哇！我煮嚟食啦，你冇嚟食當邊？我煮牛 ribs， 肯定我嚟食，有嘅是。伊是 ribs 啦，特別是牛，你頂住話抹來嘅時啊，你食過一陣啊，伊來嘅時候，我去買啊，我氹大地，你就去買吧嘅時啊，一包一買下大地咯，買萬在是本地是買你牛啊不豬嘅把骨嘅咋。一氹大地，迄嘢你較大地，嘛就買到豬嘅。แล้ว豬是牛嘅啦。嚇，買到牛，冇買到牛嘅。我本地是買牛豬，哎呦！本地是買豬，就買到牛嚇。對，แล้ว誒，我冇講嗎？呀。係啦，我就冇注意，忘記看這大地，係你大地，我邊個大地啊？當時貪心咯，你買條牛咯，你伊牛誒，伊食較重誒，伊冇那紅。我未รู้啦，但係忘記講看，係你博個螺是叫係咩物件嚟？博個螺是一種嘅博，攞阿你花那我娘愛食嘅啦，人煮過來嘅博個螺。阿青子講啦。加工青子是英國中嘅歌。Hello 青子。Hello。伊個雜夾咯。我個話是邊啊？伊咯，伊成 triangle 啦呢就。是啦，真係好食誒，博個話。農nhà啦了花那愛食誒博個話。我知道對面呢時我未食，我係記佢愛三百個啦，博個話。講啊。博個話邊呢超有啊？哦 ，that's why 我冇知。青子。有一個位。邊呢嗰啲market 嘅位啊？到位？要未？Penang Road 嘅 market 啊 ？Penang Road market。Penang Road 嗰啲 opposite the police station 嘅位嘛，有一個 market 咯。伊嗰邊嘅 market。是唔是烏拉美店？market 有未？烏拉美店係冇。是買 fresh 還是買煮了誒？冇是 fresh 嘅嚟。哦。博個是 fresh 嘅嚟。我特別問看，你不要去 KL 食。哦，來個問英國店。Melaka 嘅人食suka煮博個啦。英國店，你是個你想你講到新疆自己食係食物嘅啥物？我看過講啦 ，because 我因為我來去英國30年較嘅了咯，我平常時我無傾着新疆當然。哎呀，對，但係你 disqualify 冇傾着，事實 disqualify 冇通講。但係對嚟食南西呢？白針機。哎呀，對，哦，你是嗰隻白針機。講錯啊，對。在電視節目嗰時啊，但係有嘅嘛白針機。白針機你有嘅幾啥？燒巴白針機燒巴，杜多湯。แล้วบางกองชา爆起啊啲燒嘅。บางกองชา是話人叫住茶。你人nhà bằng con chá họ係到那邊 salad 嚟食可能好食哦。哦，你講你菜咩菜啊？蚵仔菜。這邊賣一粒芒光啦，哇！你使買幾拿碗嘅咖喱麵啊？蚵仔菜裏面係你包你茶，你咪叫咩啊？油茶啦，嗬，係一點嘅淡薄三百落去，哎呦！sudah yo John 啊，我係私人 internet。係啦，做咩事啊？做咩事？你 internet 點對？我Firefox 啊，你幫佢中國啊？你幫佢中國啊？講這個 problem 是到中國有呢，就係啦，我想你幫佢中國啊。中國啲人都着你這個pin test，你就知了你 quality。
他們是冰 test。你問啦，乜佢是能講是假，咪唱個冰 test，你是啊，你講中呢件食咩嘅？我其實我對佢我係講咁啊，誒廚師誒未來是伊人煮一個大鼎個了面件食個了，我第一時間是豆腐叉，特別我真係坎坷嘅，我冇時間豆腐，所以我特別建議豆腐。你暑假只豆腐叉，特別唔會經豆腐出來。啊啦，放講叉，你冇時間一豆腐嘅比啊，是冇時間一定定嘅呢？一定定咧，成家食秋玲嘅呢。哈哈，對。一串呢，然後我包起入邊就嚟 lettuce leaf。啊對。lettuce，我見話我唔知。蚵仔菜。蚵仔菜，你喺嘢豆腐叉啲入邊，你包起來水做成個 spring roll。你係三擺哦。做成個全邊呢，你食下係三擺入邊呢，哇，真係好食。係啊，係雜來布隆落去。對，所以你是你會記先正。你講呢個冇啲啊，個 drop 嘅。那個輪到對林世官走去啊，然後lesson 呢 lesson。哇，平常咯，白針雞，杜卡錯。哦，所以我食杜卡菜啊，先正。是咯，隻嘛，一年一刀嘛。哦，先正我杜卡菜我是我就有驚到食咯，係咯。你知話馬來西亞咪是豬咯好了，我個係咧殺女。一禮拜。即係禮拜咩？即係禮拜咩？杜家錯。哦，你會食杜家錯南西？我搞豆豆煮嘅，我家己豆豆煮。哦，好了啊。南西唔是得一季節嘅啊？本食一季節嗰度地嗰個好食。你啲雞啦，啲雞錯，啲雞。攞係女哦。殺女，我見咯，殺女啊！你先等我等啊。講嚟講，啊，講嚟我未亂啊，亂大外嘅啊，買有當買啊，杜卡。有，這邊有啊，我能去等人店。特別杜卡冇賣。等人店我特別去等人店，特別我這邊有這個 Mexican 呢 ，Mexican 冇食杜卡。哦，杜卡個班機嘅這邊。啊，杜卡冇人嗌班機嚇。啊，冇人嗌，四機一塊，四機一半。我哋班機啊。啊，特別冇賣，依個那依個雜嘅。我係杜卡是啲 Chicago 並 Chicago 依個。啊，佢真定。嗰個就應該將個派代表嚟排歌嚟嘅講，即係排冇咩錯啲對啊！即係以前街頭我就上呢個歌入邊啊嘛。我以前還沒熟悉是依 internet 誒，嚇 internet 問題。啊，你先你嗰個時間入面，我講冇一啲對依係你啲對本依 connection 係步步呢。啊 ，lesson，但係我講只杜卡錯加白針機，你白針機是唔是你自己殺到處啊？是俾我是我抹晒。你未曉咩？你冇功夫啊？冇喎。咁係咪去學？咁係咪去學？我單波煮嘅嘛。單你波煮啊？個私人邊咯，你講下你嘛煮嘅時候，伊殺安怎嚇？啊，落滷嘅南西就講安怎殺白針雞。我咯，伊有一個嚇，對，伊有一個大掛梨哦，大咩叫咩？鼎。我見叫啊鼎，來係立面哦。了。立面。係下面立面係下面係背機啊。係，冇啦係，唔知我嘛是我背機嘅時我嘛用金崩機，我是用。冇係水咩？入面大間殺嘅。係啦，伊係水啦。then 伊講啊，從來我不，伊講愛看你白煮好了哦，伊看到你 flying wing 啊叫咩啊？seed 個 wing。seed 幾 seed？一邊看有流血冇流血啦。哦，嗱，每咧按照煮每可能識哦。你意思嘅煮殺咧，啊上面按照殺伊幾隻尖咯，其實真。別口煮。哎呀，如果是考慮把煮嘅好啦。哎呀，這個比lesson 嚟嘅，嚟啊，嚟南西講。
有幾那種有幾那種啦，一種是一頭殺嘅咯，殺個色咯。一頭殺是係咩意思？一頭殺。用殺個色嘅嘛，殺個色咯。大家食了咯，用罐水嚟殺嘅嘛，呢個一種咧就是。誒，等陣你教啊，係先唔捌會曉，唔捌煮過，到時到你話唔知殺成咗殺。你嘅買罐嚟試放落去哦，你水。OK， 你水買罐嚟試放你嘅。你水買罐嚟試，你放喺你機落去。哦，對，OK。你放你機落去哦，一杯一半嘛。一水。啊，是咩？咪是單水罐先冇係嘅。嗱，我冇相信你個別來聲，我冇聽，我冇聽個別來聲。我真冇想嘅。你有冚開，你有放冷水冚掉。係咪唔使？但我 miss 掉，但係人 overlap 咯，我聽唔到你講咩講嘅。嗰一種嘅辦法，嗰一種嘅way咧，就是煮食啊！嗬啊，管20個分鐘了，你冚開，記住啲裏邊嘛，你個鏡冷水落去。哦，你是浸嘅 method 啦。浸了嘢啦啦。แล้ว就可以。แล้ว可以 residual heat 煮啊。我愛喎，我 try 特別亂，你看你係冷水落去啊，一杯食噶，一杯水唔夠咗啊，杯食咩？是咯，我愛梅哦。你係冷水啊，你跟他係一浸掉啊，呢度吸嘅機色啊。哦，I see，你管10個分鐘啊，冚開伊會冚啦，唔是冷嘅水啦，唔是嗰啲純水啦。我明，I think 咩？我煮雞女，我煮殺雞女面成日看，我成日開一隻罐咧，我冚開去可以浸掉 residual heat 殺嚟食。แล้ว我家己較暑假咧是日去吹咯，佢隻雞。吹 ，OK， 我較暑假。吹，因為我 compare 啲我吹較好食，伊嘅白干女。哦，嘅白干女啊。一個地本啊。哦呀。一吹咪是特別吹較久咯。吹是多次愛吹 about 45 minutes 咯。แล้ว你特別撥鹽啊？揚起來，放到撥鹽，แล้ว裏邊嗬，伊個加吹裏邊都 stuff 迄個薑加迄個蔥。哦。แล้ว你鹽是喺到南面呢，還是喺到外口？桂仙菇咧。桂仙菇 OK。แล้ว南面滿係啊，南面滿係北來面係。แล้ว你煮抹油抹一個啊 suntan lotion。我薄露霜佢。แล้ว你係啲企我今日未煮嘅咯，我嘅有實。John 話是做隻白殺嘅啊。嚇。แล้ว你去買好嘅啦，好嘅油嚇。就是鵝油嚇。你買好嘅係你上架。李金基。李金基係你有一個茶煲嘅啦，是李金基。李金基 premium。你用下你啊，你點下你嘅真正好食。喲，我咩好咧？你可以切下你薑，加下你葱哦，切脆，下你薑你斷薄啦嘛，然後摻加起你咁嘅蠔油本嘢。你咁嘅蠔油，人真好。我殺雞冇嘅湯嘅嘛，一雞就好啲。This episode was sponsored by 李金基。我係梅青枝啊。梅青枝嚇。你今年啲 KL 貴價呢？你對本來個是啲正價貴價。Sorry, come again. 你今年是啲 KL 貴價個是啲本來貴價。我 since 我 mother 我 father 貴心了啊。我人貴價去邊咧去過來蘭波。所以我梅路哦，你會寄去大陸買啊，紐約衣服是，因為我特登去迄個巴薩迄邊講哦，伊會寄哦，伊紐約衣服伊對風到了，樣對厝樣對個打了。我冇睇咩寄。我全部寄。我去邦沙嘅 market 啊，你特別歡呼伊啊，伊人30個歲啊，就燒打了就，都早起你特別去，早起。4點，去邦沙嘅 market。因為別針機別貴咩，別針機哦，你近住買嘛，就夾煮就冇食。哦。冇食啊！頭買就頭。人30個歲早起你買啦，แล้ว阿妹就煮咯。我問你話嘅殺鹽冇試鹽條，特別試鹽隻菇嘅哦，特別幾點鐘嘅事。你係鹽係去吹嘅啊？鹽吹嗰啲啊，豆油雞是我隨便掉，
意思講我隨便迄隻是我隨便條雞，我揸一支杯，我做豆油雞咯，我唔係做白斬雞咯。OK 啦，我每啊，嗱，仔你是瓜蘭波少？啊 ，OK。Sorry，你是瓜蘭波少？啊，我 KL 嘅，係啊，瓜蘭波。你 KL 你去做落去 market？不中。哦。我諗晚上我食晒未記，就冇意思好咯。哦，是嘛？OK。你可能搞你一個我咪即係即係不拉真機，你係咩先啫？羅啊。哦，羅啊。倫巴湖。誒，先正正倫巴湖我個人自己家做嘅。哦，你是係嘅每一支倫巴就不到嘢啊？แล้ว倫巴倫巴嗰大嘛，我個煮嘅是淡嘅。咁即係淡係咩意思？你諗下你叫咩啊？你頭先講阿三水落去。阿三哥水。เป็นซุยเหียล้อตามบ่好啫。แล้วล้ออา咧ล้อ3點鐘係啲頂會可以接啲少你講尖過哦你這是這是新正食啊咯冇啊對我暑假食特別物件讓隔了講嘅我諗本做哦你食啦隔了因為我個伊入邊咁幫我本身就係你知我大道路嘢嘛啊，對，正經說明啊。對面嘅啊，阿邊少少嚟咁幫古仔係是，我個藝術家最主物件每日開掉啊，隔了嘅嗰邊出邊人行家己。隔了嚟食啊！我唔是㗎，係搞只係出參neighbor 這條只係小煮只這物件，冇可能點點煮幾拿。OK，後尾地址我對佢本來是去。個屌你講啊！你不會？當劍講就咁乜嘢？啊，市政樓，市政樓係幫到啲咩嘅市政樓？係啦，愛投看路嘛？投看我冇愛投看一本。伊愛 join 啊，但係未 join 咧。做咩事未你 hi？你好。哦，歡迎。市政樓係幫咩做咩？用呢個仔。我叫我性格啦。哦，性格哈，好。哎呀，啲細是頭一刀人有性格呢，好，教。我聽有一個笑話誒。故事誒。講下講，繼續講。last week 哦。我就甲我in-laws FaceTime 咯。嚇。我唔知佢嘅 freezer 是 actually 是啥物，我唔知福建話所講嘛 freezer。I thought is 性格，你知喎？我講性格嚇。哦，你咪講性格就是 freezer。我計講性格。哦。生都咪。生都是一啲並冇拎嘅啦，性格。係結生嘅嚇，結生。freezer。對，歡迎啊！性格嘅市政樓啦，每兩個人性格市政樓是個咩先知係事？先知啊！往嚟厝哦，海個字啊，海。哦，seafood。翠湖啊。好嘅人嘅是好嘅人。哇！啲好嘅人食未掉啦。好嘅人係食 seafood 啊嘛，冇食鮑魚啊。係佢啊，你爆好冇錢哦，係關頭嘅。誒，爆虎做咩事？人仔做咩事？新疆是佢食爆虎係咩事啊？意思係咩嘢？有劍寶啊，你講嘛？哦，伊形成個劍寶啊。OK，แล้ว是個隻爆虎แล้ว不咩是個隻師傅แล้ว係咪？แล้วลอง隻翠虎แห咯แห。翠虎啊，翠แห啊。係愛買較大杯啦，吹一個好食，咱係人無咧玫瑰露嘅酒落去。哦，嚇對。好食咯。然後你嗱攞隻海鮮嘅啦嘛，即係。等佢湯啊。哎呦，杜多湯我見。叉菜可能而家杜多湯是。叉雜菜。啊？叉雜菜。叉菜啊，叉講佢哋咩啊？
真正出名菜你菜啊，你無高麗啊，第一死叫咩？cauliflower 啊。cauliflower 嚇，誒，嗱 cauliflower 叫做咩啊？福建話叫做高麗菜花。高麗菜花對，แล้ว切 broccoli 叫做咩？切高麗菜花。無高麗。芥蘭花，芥蘭花。啊，芥蘭幹啊！呢啲菜是 standard 嘅，先加多啲雞蛋。雜菜，誒，一個佢哋 baby 嘅 carrot，唔係 carrot 加工，細條加工。John，係咪嗰啲啊？Button mushroom。佢真對嘅嘛，都係。都係講一句對一句啊。係啦 ，OK，當然我叫到對，係咧啊，每隻頭先咩咩啊？啊，即係 Skype 嘅咩做咩啊？你咩做是啊？干哪件？哪叫件？哪叫件？你真係未見過嘢咯？哪叫件嚟？哪叫件？你講你咩咩？你講咩？哦，我跟你講，我較濟細漢到大漢啊，吼，我未教因之前啊，吼，較濟本是食路，食甲驚了。然後我教因啊，過後我來我嘅 in-law 嘅位啦，到中國嘛，這邊食啊，然後有一個肉啊，真 special， 一個叫臘肉，臘肉啊，來，臘肉，臘肉是臘啊，臘吧，伊上個臘，tapi 伊無臘嘅，哦，伊人是加，你在 bacon 咯，嚇，伊個 smoke 過啊 ，smoke，嚇，伊加來 smoke 過，真係大地哦，加去 smoke 過咧，牛嘅吧，啊，豬吧嚟，哦，豬吧 ，OK。杜巴伊人家去 smoke 真正久了，家去拍開打了嗬，了過後伊人家去切了，家來炒哇，甲你講。哦，我冇食過喎。你講嘅這裡我 housemate 不要做啊，這個大部分做嘅我是過辣椒出來掉掉。誒，我嗰隻聽講，佢哋叫做咩做新嘅啊，咩做咩？係 green color 嘅啊。啊，切你咩咩？自己咩咩？斜豆乜嘢啊？嚇，伊咪做斜豆啊？人家冇講話誒，唔使伊。伊舊啊，積掉喎。我知積點樣？特別唔知做咩，伊個冇教人講，白佬叫佢教佬講話。嚇，幾出聲啊！我有看到伊隻。我看到有聲，我聽到有聲。哦。嗱落。我看到我伊部聲，我看到伊人講緊呢。我妹會使講話。嚇，了。誒，啷不食過膠白哦，豬豬。膠白啊，新疆有食膠白咩？誒，這邊嘅 tradition 是新疆大概有膠白。哦呀，到中國嘅哦。是。我買。你食白都甜啊？點解啊？誒，我食過兩擺嘅，我兩擺我都冇食，我講我冇可能我係食第三擺哦。豬豬叫 hello， 豬豬講 hello。啊，Uncle botak kong。哦，冇毛病，歡迎。Hello，你頭毛嗰隻 key 嚟了。冇毛病，有毛了當今，係啊，特別未變啊，嚇，我係咁大，冇你係咁大，我係短大啊。我做啊，我未曉，我吹啊。安怎做啊？嚇，你吹，你洗好頭毛咧嚇，你吹佢嘅。吹啊！嚇，係咪嘅？你就走起嚟吹啊！我當機票，不過當機我是爭去吹啊頭毛串嘅，我把佢請你嘛。你愛開大會吹啊吹胡啊喏。吹，我講聽一啲啊，你摸卡都俾係咪嘅？你俾係你 hair product 你就你跌咗一下，你自己這邊摸卡嘅係可以掉咗，咪係到啲摸嘅，你係到啲摸一小檔，你係到摸卡。你冇做新嘅 fashion 啊？鄧蘭姐嘛？我做 office 啊。鄧蘭姐這是新嘅 fashion 咯，即係叫做啊不發高升嘛，這是叫做。步高升。發高升。你是短大嗰個教風。誒，冇毛病好啦。冇毛病。是咯，咪咯，伊個卡穿到毛病。先家嚟一個就是好啦嘛。我唔少一隻錢要。食咩？你卡個聽過啊？毛病。你講係白刀聽咩？啊，白刀聽咩？一卡聽。冇，誒，佢在對嘢，我得對。係啊。
誒，我買隻，你後面特別嚇，注意叫啊！我再講。嚇，再講。但媽啲甲你講一半了，嘛是講過去我外媽厝了，對。啊，咱對來厝食誒，就是無像我第一想要食到甲真正點想了，伊就是佢在炒冬粉大大誒，下甲大尾下。啊，好了，好了，好了。伊炒大冬粉就大。哦，螞蟻生素啊！古早新疆了趁食哎呀，發你熱無趁食哎喎，我打想我伊啊。你曉煮哦？會曉。伊是講話伊內面係咩物件？伊是冬粉呀，冬粉啊，伊炒甲蒜頭咯，伊冬粉浸了啊，浸互伊膨啦，特別袂使殺伊嘅就浸互伊膨了。了你炒甲你炒你蒜頭燉米蒜頭了，你下個尾下落去燉米了喲。แล้วต่างหุ้นยาเลยแห่ขี้ไหลลูกไปใส่จู้สองกู้มาเลยแห่สองกู้สองตาแล้วลูกแห่ลูกยาขี้ไหลแล้วลูกแห่ต่างหุ้นลูกขี้ลูกแห่ออกเตาอิ๋วเจียวเชงอันนี้คนนี้ติดชาก็ให้ตายอ่ะตายแล้วอะไรแห่ตัวตุ้ยแล้วแห่ชังอันนี้เนี่ย我冇食過喎，這是高真嘅物件嚇。冇這裡只那菇嘅物件係咧就是係咧這裡แล้ว就個隻แล้วก็係咧你再係咧海參。海參係咪？哦，海參是煮嘅香菇嘅嗬。啊，香菇了個磨菜。嚇磨菜。香菇啊。發菜唔係發菜。啊，發菜係叫發菜係。蒸魚就係。了，哦，南西啊，你冬粉炒食歹炒嘅咯。啊，你食歹炒比較食好食嘅咯。哦，食歹炒嗰陣時你食無夠咗，咁樣溫冧去啊。哦，一黏一個呢。袂使殺過咯，你冬粉就愛浸大就會使，浸起來就會使了，袂使殺了，袂使下水嘅。哦，唔好嘢啊！我頂擺我家己炒啊，是我想啊，是一粒會過去。炒，成天都炒了啊！你就食了呀，你袂使炒了，而家嚟去擺掉，去拎咗嚟，你拎一定都變過嘅。會使日多嚟切啊！哦，誒啦嚇了，呢個就係夠油，冇夠油個唔好食。哦，哇派美國冇人煮啊，你派煮嘅數。派煮上隻油個唔好食，上隻油只係幾厘嘛。嚇。對。誒，咱講，但係咱講，除你咱講 the rest of the time，咱講咱講掉嚇，但咱講即係冇講掉個冇乜白。冇白，冇接嚟，所以我唔知。我講是新疆。我講成，我哋赤道哦。嚇。中國人嚟嗰度。嚇？我知，我看你係是中國人，特別冇聲係冇麥嚇。唔是，伊講伊未曉講，伊唔未曉講我人福建話，伊是福建人。哦，你幾講話不要緊，你講下你繼續用華語幾講幾句嘛？不會講。自我介紹 ，please。同志們。誒，咪呢潮咧，我到中國咧。同志們咯，你咪係同志們咯，你幾？當然冇安尼用了啦。我咪伊個聽人明白哦，伊聽到人啊。我就是唔會意咯，伊冇意咯。未必冇麥啦。講淡薄，伊講伊明白，我講淡薄。哦，你幾講幾句，計講拜年嘛？恭喜發財，唔係冇咩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春節快樂！春節快樂！是吳偉嗎？吳偉是不是？是。哦，這是吳偉你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啊！歡迎您來到檳城福建的廣播節目。哇！我真笑唔是笑啊！你講對哦。對咧。厲害，你厲害。對啦，加工梗係冇後邊嘅，你講對嘅哦。你講唔對，我唔制嘛。我
我話梅路咯，唔想和面路。你是哪里人哦？等会梅哈，你是什么人？我说你们都来自哪里？我们一大半都是来自马来西亚。OK， 他妈的，我是来自湖南，我现在在湖南。哦，你听得懂我们讲的福建话吗？我虽然是福建人，但是不讲闽南语。你讲看你讲的那种，看我们听得懂吗？吃麻，吃饭的意思。哦，吃麻。拍生真你好屌冇来啊！假麻是吃饭呐。你怎么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怎么祝？新春快乐，怎样祝我们新春快乐？差不多吧。啊，你怎么讲？新春快乐。你是怎样知道我们这一个 podcast？ 就是在 Google 那边找到是吗？你只要找到我们这个 podcast。对。春節好。John，伊上個是福州人啊呢。哦，伊是福州人啊。哈，伊聽伊咁樣講，我上個福州人啊呢哩。哦。那你們知道媽祖嗎？知道什麼？媽祖啊！哦，你拜媽祖的哦。媽祖就是我買紅湯。媽祖是紅湯啊！媽祖什麼？媽祖唔是會做媽咩？媽祖在台灣也是有一個地方叫媽祖啊。哦。台灣也是有一個地方叫媽祖。媽祖就是我們這地方。地方人都有個媽祖，有那個神也有一個神本是媽祖誒。那我只想講媽祖。對，還有一個怎樣講？昂公。誒伊名咩啊？你名咩？胡偉。阿哥。華名。特別坎坷嘅 explain 咯，佢畫面。誒沒有，我每伊講，我未聽伊講下邊恭喜發財，再講下邊話。你講一樣。一樣啊，講恭喜啊，恭喜發財啊。恭喜發財呢，閩南語，你們那邊那個是怎樣講？恭喜發財。你怎麼祝人家用你的？對。只會說新年快樂，恭喜發財，不知道怎麼講。哦。新年快樂怎麼講呢？新年快樂。新年快樂。伊有樣是福建嘅，因為伊講閩南語嘛，闽南語嘛福建話啦。伊講閩南啊，OK。闽南語福建話。哇，咱新疆個車就新唐山人來，甲咱講做特別嘅邊。我去福建迄邊教吼，伊人講真正濟話誒。我誒隔壁厝邊有一個是福建誒，伊講誒。哦，對啦。對啊，一隻物件先做嚇。每南西發。你們那邊哦，是新年時候是什麼東西呢？吃什麼特別？過年特別的東西在那邊。團圓飯都是吃什麼呢？都是一樣。食圍爐啦，好像是食煎爐。差不多圍爐嗎？圍爐。有沒有吃狗肉？豬西沙，加工最唔係攞西沙。加工喂。Actually 唔是。我一搞。唔是我西沙，只隻西沙。一搞就是個白，知道嗎？伊大概到底會得白。嚇，因為。阿哥食咩？妹。阿哥。阿哥是我認識這中國的朋友啊，阿哥。你是什麼？叫阿哥就別嘛？你馬哥阿哥係我俾事啊你。未必我俾事乜都我唔知。個邊個？你們都福建哪裡的？什麼福建哪裡啊？以前你們來中國的哪裡？福建的哪？揭陽，廣東揭陽，紅線，我都不是福建。其實我不是福建人。
不过我会讲福建话，我不是客家人。哦。来其他嘞，那个啊，无毛白在吗？无毛白都到来。我是福建的同安。还没一啊？讲福建的同县。还没县，无县的。同安县。东安呐。同安哦。厦门妹。厦门对。这边福建大多数是厦门那边来的，大多数都是厦门。啊。这边马来西亚的福建很多都是厦门的来。OK， 但是我转一下话题啊，当面讲是个只粿新年糕，跟新正粿是个只咩物件？咱學你中國講先。哇！不是中國誒，真係中國唔是滷雞包誒，真係。你們你喜歡吃什麼新年的糕點？你們新年是有做糕點的嗎？問我嗎？對。無尾啊。糕點自家做嘛，就是糯米包。就是自家做。糯米包那些綠豆餡嘛。包力豆，包力豆。绿豆馅的那个糕点糕饼。叫什么名字？您的福建话叫什么？这只能用我们这边的话说，我不知道怎么用福建话说。华语叫什么？就是叫红团。红团呐。对。就是因为福建和莆田的话说的不一样。係咪意思會講咩 ？Please translate 我聽下。你们说你们那边是？我说你们知道妈祖吗？大概了，你有照片吗？什么妈什么祖？什么妈什么？就是台湾人。你可以讲出来。台湾人知道啊。对。台湾人拜那个，你就是住在那个的那个妈祖。对。就是在台湾里面也有一个地方，好像是也是叫妈祖。那个叫妈祖。就是妈祖。媽祖咧講貴甲幣啫，我見隻貴甲。路可以拎。我可以 nickname 冇啊？你講？路可以拎。我俾先啫。個邊個？你唔是叫寶貝咩？寶貝？做咩事？伊名係誰啊？你可以無為嘛？無為嘛就。對，寶貝，你係講南西，你係講我可以試你名叫做寶貝，唔係㗎。No。你我得 explain 呀無為。因為在这个广播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花名一个乳名，就是我们必须要放一个乳奶名奶名花名。那他们就给了你一个名字，就是叫什么啊？無尾寶貝。無尾是寶貝，就是沒有尾巴那個。我知道，我聽得懂。聽得懂，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你喜歡嗎？還好了。無所謂嘛，這種交流。我諗住青菜。好啊，你隻 hockey 嘛，你乜可以名數？有時應該講對啦，唔應該講到 Discord 位。sorry。對嚟啊。我試下 internet，我唔知點試 internet 啦，我嘗試我嘅 Google Plus 啊，冇係咪好試？是咩？不過用 Firefox 還是用Safari？我baru ke download Firefox 睇下啦，tapi 我未做啦，要 room full 啦，呢環境上電了，對，我會冷了。嗱我琴日咪講了佢，我咪講成隻個叫我學錄成講成個樣。
成只龜。我講半對嘅。嚇 OK。杜蘭雞嘅事能。嚇，你講 continue。喂，你能講碰金冇？冇講過。碰金啊，睇下當個有碰金咩啊？我會記我細漢時，咱特擺當人先正嘅時，咱去檳城去大狗嚟講咁嘛，แล้ว伊人俾可能碰金，แล้ว對嘅時，伊人可能貴大單去食啲那邊啲車，因為我係啲特擺賽車嘅嘛，你會記俾喺你我嚟到South Highway啊，咱真正長嘅，真正紅險嘅，有 timber lorry 㗎，係咪貴嘅？แล้ว我愛食碰金，都真係係咪數冇？真正硬白嘅，真正硬白，白伊個แล้ว要配個แล้ว。一地本嚟起來嘅，แล้ว我白啲那邊啲車我自己白啊，自己食啦，แล้ว一配啊，我係乜嘅啲冇看嘅事啊，我開糖啊啲嘅車，我點下架啲嘅記錄，開記錄邊嘅咧，我係點啊？我橋掉馬定義。好啊！你冇笑起來啊？嚇，拍喺大嗰時去灌硬豆湯。哎呀，我們係可能佢係咪叫我把佢切佢嘅？誒，你是個隻碰金咧？你是個隻新隻龜係咪名嘅？新隻龜啊，後面新隻龜，無啦，我無蝦米愛食甜嘅物件，特擺去擺正嘅時，咱嗰啲嘢親戚，嗰啲係蝦米款嘅龜啦，龜苓結啊，龜甲白啦，我特擺買食，你有一日到我去一個親戚嘅厝啊，伊係八卦，哎呦，我四八卦㗎，伊唔要我是唔是青子嘅厝？車子車時我話咩話？你冇看到一啲條條，你直接車，青子在做嘅厝啊，青子。啊？青子都在喺人是住人厝啊。一親家，一賣餅嘅親家。哦。你咪啊，我成日我擘嘅，你見少一部台我都對佢。我做都對佢。誒，แล้ว我未รู้你中國嘅名拿橋件啊，講對啊。哦，我暑假食，我跟你講，我第一暑假食是殼頭餅。哦，我們想，我馬上搞做。我去到我親戚為特擺是加人貴罐嘅殼頭餅，解殺熟嘅了誒。搞到雪嘅了嘢，แล้ว我嚟到中國咧，唉，我3年冇食殼頭餅了啊！自己做啦，就應呢？是咩？就錄 recipe 錄 email 好啊，我自己 try 過。特別我這邊中國我愛吹歐文，我真係艱苦咯。哦，你特別自己借掉喺卡吹行去食。而家附近你講啊，你去這邊啊 supermarket 嘅了嗬，攞吹。bake 做oven 呢，就是講愛 bake 物件係迄個物件個了嗬，吹無誒。哦。見嗬，你 realize 中國 Chinese cooking 較濟嗬是吹啊，即係真正少 bake 誒。你是香港都有。啊，特別係啦，康考吹，你特別個機器會彈係啦，頂面一個，點解係會彈個機步？因為唔是啲，攞去見，等我明啦，攞去國際時下，即係加工嚟製，情只要佢哋製，攞製講咱個時無咪頂炸古炸國際時本無咪有阿文你咪嚟寫時，當基本冇講有啦，冇講就係特別因為賣即個圓圓嘅都叫電呢。伊是圓即係一個 clear glass 嘅。你嘛，有啥嘢嚟嘅？阿文咧，我講有個。誒，佢叫我看青子佢入嚟，青子佢入嚟，哦啲樓梯。誒，大媽住人講大啲中國冇阿文嘅嚇。啊，跟阿驚啊，那叫驚。一定好吹。你咪是去買一個係你叫做係咪阿文啊？都冇阿文咯。都是冇阿文啊，佢去買。看這嘛？哦，都冇阿文啊。都冇阿文。你啊，你你這是國民。都冇阿文，以前咋細呢？一上個glass 嘛。你知哦？Toaster oven 產品。我應toaster oven 會會嘛？toaster oven 會做頭餅嘛？誒。啊，就古我你講你死你。你要拿做那隻還是你而家出嚟啲錢？是拿做嘅錢啊！你做緊嚟啊！我就講啊，
食個了以後，然後佢無限做嘅啊。你講啦，我俾妹女聽講，你人會記得有一個甜嘅粿，用椰做嘅，用椰，然後差不多紅，即係冰嘅色嘅啦，佢無咁紅，絲絲格，你知你人會記得甜甜嘅，用椰做。用椰做是係椰絲係什麼？椰絲啦，嚇。แล้วอีคอมแพคอีคือไลท์ฉันก็จะเลยชูการ์คิวไปเนี่ยแต่เป็นตัวละก็ตัวเต็มโอ้ฮันนี่สิโคโคนัทแคนดี้โคโคนัทแคนดี้ฮันนี่สิเขาเขียนว่าเกี่ยวกับมีเดี๋ยวโคโคนัทแคนดี้呀ก็จะ呀我叫โคโคนัทแคนดี้咯ว่า個梗係好，梗係愛食就可以。係你 actually 就應做呢係古靈哥古靈哥加即係也是。我哋食我食一袋呢，我都就辣了。對，你唔是阿媽咪係咩？John，古早你貝羅斯嘅另外貝嘛係啊？豬貝。對啊。跟住啊貝嘅另外貝羅斯啊，過來你門口會貝嘛，即係物件嘅了，細下你。諗晒，但係你係是土豆糖啊？你成日即係啦。真係是嗰個 pineapple 蛋。我係小弟幫做我特特點。哦，小弟幫叫做咩？唔知喎，叫咩？小弟波。尖呀！小弟波。尖啦，叫尖呀，劍。啊，左度我未記啊。我小弟波喎。劍媽咯。劍媽嚇。劍媽。喂，劍嗰時叫劍媽唔是咩？你對劍叫。你對鏡叫？鏡對劍，特別是你劍嘛，叫尖啦。尖掉。尖嘛，叫尖啦。哦，尖是直嘅噃，尖。哦。尖咧？因為尖啦。尖啦，烏是尖啦。尖你是叫做尖 micro 尖 nano 尖。但話講叫我用改叫我呀？我喜歡 lesson 嚇 lesson 講我喂人捌當佢聽啲我當佢有先物件佢夾別係係使。佢夾別係使。講喎，唔知啊就講。是真係咪使講晒咩？我紅票多包喎你。得，你俾佢直接俾佢南西虎票，南西虎票是唔是南面沙？咁你嚟點啊？南西都係啦。南西啊，你睇南西你好玩看股票是硬部，你硬嘅路度。硬嘅嘅度。你情夫嘢嚟。笑死我了 ！Oh my god！ 100塊呢最低啊！辦嘢哦，因為我朋友會把做地樓嘅嘛，伊甲我夾辦嘢。哦，有陣時代理，你好少嘅 price。啊，又好少嘅 price。誒 ，OK，後尾我講到對，嗰隻啲物件是後尾anh có tên nào你講啦，แล้วก็之前不，係一間呢，係你拿舊件呢，拿舊件是個隻咩？同我講了啊！哦，你講啊！講頭豆邊啊嘛！對頭豆邊，對，sorry 未記。我看你講你講 recipe 就應人咧，一件嘅頭豆啊，炒嚇，有陣時候加做款咧係有個嘅一件嘅即係你咪講做基本嘅成portion就對啦，成portion頭豆嘅炒嘅差唔多食，咪食頭嘅啦，冇講。咧是嘅你唔先加可以要變款嘅，是個嘅成 portion of flour， 成 portion of 糖你特別加可以要，咧是摻起來咧係豆油還是菜油，唔使攪計差唔多黏成咕機嘅，你一時嚇黏接嚇嘅，你超級高嘅掛嘅轉住有耳卡，你喺彎內咧時嘅背嚟啊 ，OK， 你啊。你冇教我講腐肉菇喎？嚇，腐雞食啦，腐雞問腐雞惡，唔係腐雞惡啦，腐雞惡劍惡劍啦，那群那接線乜度嘢咯？攞嚟做咩？樣俾俾條魚油嘅。青枝，係咪魚油都冇係魚油，係豆油。中國豆油。
再直接講啊，你去咖啡啦，睇下冬天你叫 KL 啦，去咖啡係內邊係白虎嘅咋。哦。哇，那都。哦，食咩啊？我俾食。那這間那。所以咪是鹹甜咯，少。好似係真香。有講是面咧popular 喎。你嚟先叫伊白虎嚟講。我個你好啊。嚟先拿台白虎出嚟啫。啊，台白虎嚟講。台白虎出嚟啫。哦，這隻大哥呢嚇，哦，較緊較遠啦，你看，你camera歪嚇咧。冇啊，就啲卡拉 OK 啊，明嘅，佢夾嘅。係接吹，係咩係接吹？啊，真你有款啊嚇，你有個嚟嘅。伊兩邊係三百 happy 咪是好食咯，是好料咯。三百 happy 點解是因為包你細條呀？伊兩迷你薄餅，แล้ว特別換啊，先至係你會買啲點。哦，你好食咯，薄細條，那薄誒，淡薄落。哦，好料。俾我裝。住不俾？那假如講嘅咧，以咧冇 oven 要用嘅咧 oven 咧。我講話我係過用過，我有時我煮我 bake 素雞雞嚟嘅。哦，素雞雞，咦嘅 tray 直頭係都幾有income咗。誒，大媽住講地龜嚇，大媽。八卦講係啊。八卦講地龜，我暑假煎地龜個吹白色嘅。咩吹白色？你吹啊！你大地龜係啊湯屋企係鵝湯，係咪龜？個煎地龜啊！你講咩龜？講句啦，我唔知你講咩。吹啊！地龜係牙，你哦，換牙。佢練伊啊，因為牙啲話口咯，係咁鹽，安尼咯，啲鹽嘅咯。好食。煎地龜，哦，煎地龜好食，我個韓豬啊。哦，那你係擺陽光嘅，擺咗下條啊定義啊嘛。切你擺陽光嘅一定期咧，嗰一種係煮嘅就是你免下，你免壓物件煎，你就你是使干啊，夾嘢咧，你切了，你細後拍單曉，你或者頭夾去頂嘅安尼煎嘅，咩你就換淡薄米粉少，唔知條個口就放米粉就冇，你時下落去煎，你個口夾人家南面個女好食哦。小小個熟呢。你們看得到照片嗎？看到，這個是什麼來的？哦，那這馬爪嗎咯？馬爪哈。這就是你住的那個地方。對。哦，你住在那個馬爪裡面啊？No。然後現在你是在馬祖嗎？還是在外地？夠八卦。還是在福建？在這邊還是在馬祖裡面？對，馬祖是台灣對不對？對，冇，那因為這是白，這裡是白，這裡是馬，冇事。你是福建人，是我們這邊的人，然後台灣。以後這layer cake就是layer cake加工嘅嚇，加工layer cake。layer cake。冇做過。誒，我為咗layer cake是唔是正派做？一特別啲有那度補個再度落去，補不到。你就愛一 grill 啊 ？grill， 你聽下這個 lesson 啊，你看聽 lesson 掉成個隻狗 ，lesson 你要做？未曉。未有。以後搞咯。以後之後就搞一下。誒，安怎？你安怎做 grill 啊？grill。安怎 grill？你是講特啲 oven 係你 broil 嘅 setting 啊？是咯，你別使 bake 嘅咋，你 bake 啊，打冇錯。對，所以你薄一end，你 spread 落去，你是你行到啲碗頂面嘅位所烘來食啦呐。伊這個做好了是淡薄 moisture 嘅，是唔是？你就烘啦，你烘好伊頂面貓嘛。咩烘喺頂面貓係咩數？你baru ka chicken頂面 chocolate 食呀，你嘅啲碗嘛，你baru ka chicken 咯。
對啦。哦。啊，無伊安怎會是安尼隔了啊？係啦。แล้วก็มีเกี่ยวกับมีกุ้ยก็先至ไม่แห้ไม่สิ打啦。啊，龜，你看過一個啊？我暗暝頭都要做。係咪講你暗暝都做呀？做過。哦，即叫做米香啊，唔是米香啊，米香對。啊，米香。米香，米香燒，即唔是米香，即叫做米香燒。米香燒咯，即叫做雞螺樣。雞螺樣。是，對呀，係咪算？Something happen 咯，我個地個。有啊。有啊。I don't my screen all here. Traffic. 有條路線冇啊。啷快點啊？聽到。我聽咗啦。I don't want all here. Why? Just screen grey 嘅。係你John，係你我特佢做是做鹹嘅，冇做甜。哦。啊？你嗰個樣物件甜啊嘛，所以我咪是做係你做鹹嘅咯。哦。我鹹嘅我是做烏龜哦。哦，是啦，特別烏龜未燒嘛，即係燒。嚇，嗰一種我烏龜未燒，龜甲貝，啊唔是龜甲貝，龜棒雞，龜棒雞。佢白啲即係好做啊！一盤嗰陣時嘅，但係白嘅了。咩盤？做咩做盤呢？啲嘢開出來時哦。哦。before 你開出來，你喺你現着用款深啊。我只見嘅。出來，佢勁就開嘅了，白嘅了，就話啦。係啦，佢托卡好，托卡就係你款嘅。Hello，了邊個是卡上個聲係記得係咩路啊？好啦，健康。嚟個全部講掉個是個隻件隻，咪貴啊咪少打，然後冇550 Mbps 一個被 download 先至個嘈啊。誒，John，你半句攞嚟，得電短期 internet 版。係咪咪叫半句攞嚟？我唔攞 size 啊。啊，誒噃。B，你就個半段。小咩來 size 啊？你住會講雜波嘅先係住。哇！身格。哦，身格行嚟講。我知。這是咩？這是係咪係你 fried seaweed snack 嗰個哦？哈。在。哇！我正見食一個。這是這等人有咩？這唔是過年嘅啊？新嘅龜嘛？哦，新嘅龜嚟嚇。馬路啦，伊是一円係你 spring roll 嘅皮哦。แล้วอีปังจะเลยจีเอ็นเอฮะเลยซีวิตอ๋อ哦อยากที่กิน這是新的物件啦。新嘅咩？我這邊都食過。我唔食過。你係5年喎。你係 sesame 落去啊邊頂。啊 ，sesame 愛碗啊。哦，我唔食過喎，我唔食過，這就是新。I mean after 我帶咩？冇卡好快波多。哦，哈。好食哦！誒，這是鹹鹹的啦。crispy 嘅啊 ，crispy 嘅。係邊啊？唔知係邊啊？係邊啊？嗰啲鹹鹹嘅嗰個就咧，睇下當今嘛，伊人啊蓮藕啊，一切薄薄咧去煎呢。啊，好料。好料啊！都係你牙菇。嚇，牙菇對。好料。蓮藕去煎啊，清蒸啊，有陣是個蓮藕食嘅啊。是啊，你睇下當今嘛，真正係貴啊，人睇下人食甜啊，睇下較濟人買是即個，我買即個 savory，我當年我買蓮藕煎啊。啊，蓮藕是古早個蓮藕食一下淡薄誒，係你牛奶粉啊，係咪個咧只香嘅哦，我食好食咯。你是台灣入來的咩？你是最毛菇啊！哦，毛菇我跟來，毛菇我來參啊！咁發仔，我小未了啊，差唔多個另外傳過嚟啊，特別啊，你使老掉，你使佢咩咩會你先食貴個隻咩？啊，豬腳嚇？豬腳係咩？阿姑啦。哦，豬腳我是阿姑啦。阿姑煎的啦。煎的有放糖，有放鹽。
哦，甜有鹹嘅啦。冇偏我接有嘢咩？OK，咱再收單啦，恭喜發財感謝人新正找伊來收聽，本來學嘅嚟節目，但是講新正時咧，人就是只接親戚朋友做隻對處嘅了嘛，所以特別介紹你親戚朋友你白即講。做嘛麻咗，到啲中國本來去介紹人聽，本來學嘅嚟即係節目啦嚇。然後這禮拜咧，我介紹我特別嘅邊個我介紹嚟了，到啲 Skype 嘅護士拿叫鏡特晚咪個來蘑菇，然後個就是英國中對嘢特別。到底嚟啊嚇！แล้วก็即係性格加事情แล้ว咯เป็น性格事情แล้วบุปผาจันทร์เกแล้วเลสเซนก็ปีเลสเซนแล้วก็นำทรายแล้วอิงก็เตียงจะเป็นจากง哇等陣看紅包就นำทราย紅包好啊哇紅包แล้วจากง嘅จาลีแล้วก็บะกว่าการ頭一擺來ราคา貴剛英國中嘅歌青子แล้วก็วันใน中國嘅特別嘅邊寶貝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歡迎後面呢禮拜嘅都嚟聽王講較濟先正話第一個王講貴節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